这座山呢，在清朝的时候，古图上就已经记录它的存在。那原来有3座山，那随着市区的发展，那现在最明显的就只有这座山了啊。在日本时代，也是我们成功国小小朋友远足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也有历史的影像。那这座山承载了非常多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记忆，那也在我们水交社里面啊是一个亮点。那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市民呢，能够到桂子山这边来哈，登高揽胜。那一方面也可以回顾过去我们整个府城的一个历史的意象。那大家也可以往西看一下，尝试的我们看向海边啊，因为在日本时代它有一个地名叫做细涧之丘，也就是说在这个丘的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潮汐。我们找到最早的旧照片就是1938年，然后明治公学校的小朋友。他就是从市区远足到这个地方。那我们看到这个凉亭呢，都是通透的，只有柱子，每个角落呢都是3根柱子，非常特别的一个通透的一个凉亭。屋顶之上的平板有一个三角点，那个地板也有一个三角点，是当时候日本人就是在这边当作是一个测量的一个点，然后连勤的测量点也是设在这个地方。当初在那个桂子山还没有整治之前。整个山几乎都是流浪狗盘踞在这个桂子山上面挖了非常多的狗洞。经过这几年以后，桂子山的整治已经好了以后，我本身在我们关怀祭典也带我们大城里的长辈，将近40个人来桂子山参观。我们由后面的无障碍到桂子山的上面，到上面以后，由桂子山的上面。环顾四周围，每一个长辈觉得非常满意，也觉得非常好。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我们知道，水交社过去在台南，不管是在国防以及这个我们地方都是有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位置。很多历史上保家卫国的可歌可泣的故事都在这里面发生。另外，除了水交社文化园区之外，我们也把这个地方那个桂子山整理成一个非常具有历史特色的景点。那也希望说各位好朋友在春节的时候或在平常就可以来这边，不管来水交社眷村的店来消磨一整天或一个下午，或者是来桂子山爬这个台南府城第1高峰，这个是网友的戏称，但事实上这个地方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休闲的地方，有历史文化的意义，有休闲产业的意义，欢迎大家来桂子山。大家好，我是杨淑怀，欢迎收看2月3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旧历年后开工，台南市府新春团拜，市长黄伟綽除了祝贺新春快乐，嘛感谢当年伫旧年台南400的辛劳付出。当时俄勒伫1月份地震发生了后，团队投入赈灾，甲灾害降到上低。台南市府昨年新春开工，用金额总点2025大吉字样，象征大吉大利。由市长黄伟綽率领局处首长，祝福新的一冬啥物拢好。在2024年台南400的时候，已经交出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成绩单。这不是我市长在讲的，前中央的长官从2024年开年的台湾灯会，一直到这个台湾设计展一直到这个年底的活动，很多活动包括其他县市，包括中央首长总统、院长都非常非常的肯定。那除了活动之外，我们基层的建设，大家也都非常非常的努力。旧年台南400成果相当的好，市政建设嘛同款备受肯定。春节期间嘛持续替民众服务，尤其是1月份的地震，造成咱西区受损严重。当然嘛坚守灾区，黄伟綽俄勒之外嘛会努力把灾后建设做好。在台南市的市民来讲，尤其是山区的民众，有一些不平静，
但是我们也市府同仁，大家都齐心协力努力，来让这个灾民也感受到过年的气氛。那在过年之后，尽量来尽快来把这个灾后重建的工作做好。一声恭喜了后，2025奥运会勉励所有人爱持续努力，精进市政建设，继续替市民的福祉把关。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台南市会新春团拜议长曲丽丽、副议长林志典带领议员向同仁以及市民朋友拜年，祝大家在新的一冬平安健康，市政推动顺利，持续监督。九港的年假一日就过去啊！台南市会伫初六举行新春团拜，由议长曲丽丽、副议长林志典、议员朱正轩、黄立昭、郑宏仪、柯志春、詹培雅共同向议会同仁以及市民朋友拜年，祝愿大家伫新的一冬拢会当健康平安，也希望府会未来会当继续携手合作，努力让大台南更加美丽完善。今天呢，也刚好是我们2025年的立春啊，是一个很好的开始。那么我们希望呢，在今年呢，我们每一位同仁都能够对于市政的监督上面一样的全力以赴。那我们台南市的市政的推动能够越来越顺遂。那我们今天办团拜也发了这个小的开工红包。那希望我们的同仁能够大家更加的努力。那也祝大家新年快乐。市长王伟泰也率市府团队到场致意，府会双方互相恭喜，真有过年的气氛。初六开工的时候，能够来到议会新春团拜，平常议员监督市政，市府配合施政这个部分我们都会努力在做。那这次刚好碰到这个01、02地震，但是我们都很努力府会同心，一起来帮忙灾民那能够让他们生活尽速恢复到正常。这相信是所有的议员，包括议长、副议长这个共同的心愿。我们会努力来让这个市民尽速复原，能够让灾区尽速恢复正常的生活。大年初六开工日适逢立春的节气，立春也是24节气之首，同时也象征春天的到来。气温是渐渐回升，万物开始复苏。议会第7天举行新春开工团拜，也是此期美好意义。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这月初六是清水祖师佛诞，市昆新龙山市特别规划转运金跋杯比赛，决赛就伫初六暗时登场，第1名会当得到30万转运金，吸引全国各地信众前往刺手去。市昆新龙山市过年的期间非常热烈，为29暝开始就活动不断，为开庙门、送红包、行七彩平安桥、食平安圆等等，每一项活动拢吸引大批信众热情参与。开庙门完，咱有准备申报的这个发财金红包，来发落咱这善男信女。伫咱遮，互大家新的一年会当安尼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大赚钱。每一档咱昆新龙山市拢会发放这1000包的红包嘛感谢着咱注意，对着做者善男信女这些红包虽然钱足少，但是伊是一个钱母，希望大家伫新的一档拢会当大赚钱，身体健康。市昆新龙山市主委吴志祥，同时也是台南市体育总会、台南市吴氏宗亲会等协会理事长，交陪四海初5平安宴，更是开178道，宴请各类好朋友，共同庆祝清水祖师的佛诞。非常的荣幸咱清水祖师圣诞千秋的大日子今仔是开工日但是遮侪当年初5的时，龙山市拢一定是人山人海。现场拢超过10万人，非常侪咱的交陪境的好朋友各级的中官贵宾拢有来到龙山市来甲清水祖师祝寿贺喜。所有在有奖所有这好朋友拢会当来参加咱今仔日龙山市庆祝清水祖师圣诞千元秋圣寿无奖圣寿非常感谢大家。逐当若来到这个庙前，拢看到安尼。真侪贵宾，甲真侪先贤大德，拢伫即个庙前，大家三甲做伙来咧甲咱清水祖师公来甲祝寿。而且顺用首先要祈求着咱清水祖师公
会当庇佑咱台湾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四时无灾。清水组书转运经跋杯比赛最后决赛将伫咧初六这暗登场，参加者只要跋出30杯，就会当进入最后决赛。上大奖是30万的转运经，而且这钱是完全免还，请全国各地信众前来试手气。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全台有1万外间合法民宿，通过好客民宿遴选的业者只有2700间，其中台南就占167间，将近1成。当中的13间竟得到交通部观光署第1届金质奖的肯定，相当难能可贵。随着镜头做回来看这间真有爱，因的得奖关键。南美馆2馆除了是推广台南文化艺术的基地，以台南凤凰花为设计发想的建筑主体更备受赞誉。其中为友爱街看准南美馆绝佳视野所诞生的民宿，自1楼整层的餐厅厨房开始，一直到4楼都呈现许多斜坡和楼梯设计。而且入住房间时，也仿佛进入台南巷弄探索秘境般有趣。置身屋内，就可以欣赏不同角度的南美馆，在半开放式的露台，或坐或卧，一派轻松，甚至可以和对面游客打招呼。入夜后点灯，气氛更是加分，成为难忘回忆。呼应南美2馆，它外观，它其实对我们来说，它像是城市里面的一座山。所以我们希望旅人在里面活动的时候，也是像是坐在自然环境中，然后看着南美术馆。民宿低调独特的美学和视觉享受，也让游客来台南不再是留恋美食小吃，反而是专注于亲子互动和伙伴关系。他们来到我们的空间之后，他们立刻改变他们的行程。他说：“我不要出去，我就是要待在整个空间里面。”然后等我们退房的时候，他们就很开心地跟我们讲说：“他在这个空间里面跟他的家人、跟他们的朋友。”包栋式的经营已经跳脱贩卖价格，而是善待每一次和旅客相遇共好的价值。善待每一次相遇的缘分，实践共好在日常，是我们的核心理念。我们跟旅人共好，跟伙伴共好，跟在地店家共好。我们想要呈现的是一个被想念的场域。全台1万多家合法民宿当中，该民宿就以特色建筑为傲，荣获交通部观光署第1届金质友好民宿，力拼永续旅游。记者郭恩吉台南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6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为着疏解都会区长期停车空间不足的困境，台南市府向中央争取的青年路立体停车场开2.4亿，伫几年前如期如期完工启用，内车除了有200席的汽车停车位，甲45席的机车位，1楼嘛规划东门威夏里联合运动中心，启用动工热烈滚滚。台南市东区人口密集，寸土寸金，相对停车空间明显不足。市府好不容易伫青年路找地，向中央争取补助所起的立体停车场，开2亿4000万，对3档前开工，到今年新春完工，时间都无拖到，愈期愈急。庆动工伫侪当地乡亲甲民代见证，参像办喜事共款。赞不赞？希望东区有更多进步的建设，来提供给咱的民众，咱的民众让生活素质、都市服务机能越提高，生活素质就越好。这个停车场，水平温的地下停车场，包括你市政府边啊迄个体山啊，迄个地下停车场，北区承德里的迄个停车场，这种前瞻计划200亿。我跟你说是要最多经费的，但不是我搞啦，是迄时阵的行政院长赖清德，所以他会让支持你哦。
该停车场除了当停200台汽车甲45台机车的空间，内部保留了85栋的楼层，嘛加添广场绿色生态气氛。当然，停车场的道无票使用，就是1楼佮规划成东门围下2里的联合活动中心，嘛同时正式征采。3、2、1，揭牌！掌声喝彩！会中市长黄伟哲甲立委林俊宪带大家嘛向前线开金色入门，舒适空旷空间，欢迎市民来遮休闲多多利用，成为乡亲日常生活真好的场所。台南新闻军事采访报道。由中青健身俱乐部转型的体育场运动热区休闲站，经过体育局太古更新，原本要伫今年2月底委外经营，不过经过民众甲议员的争取，体育局伫旧历年前重新开放，期间起袂少时段前往使用。原则上，体育局要求民众先自律管理，后续会看状况，也是由体育总会委员会任用。中青健身俱乐部是由一群喜意健身的民众所组成，原先伫市立体育场德溪边仔的空地来打设铁皮屋，一直到108年迁徙到市立体育场看台下面的空间。当时的体育处提供20多台跑步机、举重器等简单的体能健身的设施，设置为运动热区的休闲站，提供民众免费来使用。后来因为年久，体育局开了200-300万来太古换新，伫去年底完成，预计今年2月底要来委外经营。民众欢乐，委外会来收费，因此透过议员林美燕来订正，经过双方的协调，体育局嘛同意先开放自律的管理。热身休闲站公告啊，所以说他要委外去招商啦，还有114年2月28才要开放给大家使用啦。那在这段时间，大家民众都会来讲，包括不是我们服务处很多的议员也接到这些陈情案啦。那第一时间我们也跟局长就是做一个沟通。接下来今天我们这个运动乐区在今天开始就开放来使用了。表示咱局长事实上是有听到基层的声音啦，接待民众的声音啦，然后就要开放了。原来这个地方很多的器材其实都是老旧了，那所以呢，在2个月前我就告诉我们同仁说，把这些的场地，包括新营那边的田径场的健身中心，我们把它优化。所以今天大家看到的，我想一定是跟上一次是不一样的场地啦那场地整理好了以后，新营的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市民在这边运动的时候能够爱惜，能够大家共同来维护啦不要把这些当作说你这个开放的是大家都可以来的，那所以呢不会爱惜，那所以我们才会提出来，就是说，来规划试用一段期间以后，如果大家不遵守的话那我们再来想办法，看要用委外的方式。徛伫安全的立场，体育局希望有人管理维护。对此，议员嘛将协助休闲站健身的民众组成社团或者是联谊的组织，先自律管理。如果成效无符合体育场整体的需求，则可由体育局研议来委外经营的必要性。或者是由体育总会委员会来管理利用。台南新闻李英根采访报道。一名65岁江女士因为做家事照顾囡仔，当年大头母下面痛，互诊断是大头母关节炎，因为食药注射拢无效，经过基美病医用悬吊手术，才互患者恢复。基美病医骨科部主治医师苏玉忠表示，母子基底关节炎是常看的退化性关节的疾病，主要影响着母子甲腕骨之间的关节。病人常常因为痛痛，甲着功能受限，而影响着日常的生活。传统的治疗有消炎止痛、复健，甲着局部的注射甲手术。过去的手术会以着切骨合并韧带的重建，现在有一种悬吊带的悬吊手术，会用个片面取用主体的韧带。悬吊术的话呢，就是
在这样一个情况，就是骨关节炎是在拇指基底。那我们把发炎的坏掉的骨头拿掉之后，它变成不稳定嘛，变成一个空腔。那空腔我们不希望它下沉卡住关节，我们希望看起来不变形，看起来比较好。所以我们就会用一个悬吊带，从第一掌骨跟第二掌骨，就像一个吊桥一样，把这个悬空的掌骨拖吊起来。那这个东西的话，基本上是合成物，所以就不需要拿自己的韧带。那在差不多10几年前、20年前术式的时候，我们会拿自体的韧带来去做移植。那自体韧带的话，当然最大好处就是因为你自己的嘛，所以基本上你不用再额外花钱去处理这个事情。然后另外的话，就是那个自体的东西不会去排斥，然后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有一个坏处就是你自己拿了什么韧带，那个地方功能就消失了嘛，然后也会疼痛，术式也比较高，术式范围也比较大。亲像这名65岁江女士，因为多年来一直受到拇指基底关节炎的痛苦，伫咧食药注射拢无效，经过诊所转到大病院来手术，才摆脱多年的病痛。痛了就是到我们那里的就地的诊所去拿药，止痛药，打止痛针之后一直都没有好转所以那个诊所的那个医生说，要不然我就给你转诊到大医院去开刀好不好？我说好啊，他就给我转到那个苏医生这边。他说他的权威是开那个手指头的。我说好开下来就是很快就恢复了，又不痛了，真的很好啦。医师表示，这种悬吊带悬吊的手术，不但手术的时间短，而且手术后的恢复嘛较紧，同时还可能会避免传统韧带的重建，因为采用主体的韧带，引发部位的无适应，甲着无力的感觉，同时手术后的复健，初期伊就恢复关节的活动度，然后搁再加强相关肌肉的强化，和手的抓握力会用恢复到日常的功能。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中嘉集团迎接蛇年，特别邀请书法老师伫北区甲南区的内门市，包括基隆、新市坡、北建、三冠王、双子星、青年港都，陆续举办挥毫送春仔活动，予新春喜气甲祝福，传遍大街小巷。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祝福太吉。中嘉宽屏喜迎蛇年，北区和南区的6个门市陆续举办挥毫赠春联的活动，让新春喜气与祝福传遍大街小巷。中嘉宽屏呢，在全省的门市，我们都举办了这个挥毫赠春联的活动，希望提早跟我们中嘉宽屏所有的客户过一个好年。基隆、新市坡、北建、三冠王、双子星及庆良港都邀请书法名家，以有蛇为主题的春联，巧妙运用谐音寓意，像是有舍有得的处世哲理。什么都好的蛇马融合，蛇马融合，什么融合？我希望呢，新的一年呢，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能够什么都好，什么都如意。中嘉宽屏透过挥毫赠春联，传递传统文化艺术，为新春佳节增添浓厚年味。好利看大吉。记者蔡小军整理报道。感谢你收看2月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顺怀，咱再会。投资型诈骗，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看过一些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事实上，这类型的诈骗手法
往往以快速致富作为卖点，吸引被害人上当，并以不真实的小额获利，逐渐降低被害人警戒心，引诱被害人开始大量投资。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资之后，随即捐款而逃。千万别上当啊！轻松致富多陷阱，脚踏实地最实在。公务人员依法行政，行使裁量权，做成行政处分，而民众不服时，只能提起诉讼。行政诉讼调解新制，让人民有其他选择来解决纷争。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进行调解，让有温度的协商尽可能取代全有全无的判决。调解纳入选项，3赢不是想象。迟到了。看见行人行进路口，准备穿越道路时，汽机车应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哦。很慢呢。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哦。另外，在没有行穿线的路口，不管同向转弯或直行交叉，遇行人过马路，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汽机车行经依法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未暂停让行人先过，最高可处6000元以下罚款。停让一小步，交安一大步。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大家好，我是诈骗集团，今天我会告诉你们我是怎么骗你们的钱呐。高贝贝，你涉及的洗钱案，必须先把账户的钱交给我们监管，赶快把钱汇进来。假装男女撒撒娇啊！买完游戏点数用赖传给我，我们就可以见面喽。是不是很容易啊？其实我还有一个绝招哦。那请您用自动提款机来解除分期付款的设定，这样才不会连续12期被扣款哦。钱如在，你被我骗过了吗？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的钱，是关心您啦。还记得演练抗震保密3步骤吗？我记得哦，趴下、掩护、稳住。当发现建筑结构毁损且评估不可久留时，这时要带着避难包前往避难场所紧急避难。说到避难，全民防灾1点通或消防防灾1点通 App 可以查询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及导引。发生灾害一定要冷静，更要记得以上紧急避难方式哦。租屋看屋时，应注意屋外式热水器是否安装在室外通风处。如热水器装在室内，则需选择有强制排气功能的热水器或电热水器。可上各地方政府消防局网站查询合格承装业名册，委托承装业者进行安装。最后再次提醒大家，使用热水器的时候一定要保持空气流通，防止瓦斯燃烧不完全，避免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哦。避免阳光直射，距离墙面10公分以上。定期清冰箱，让内部冷气流通。温度设定26到28度，家电扇助循环。睡觉定时4小时，滤网2周洗1次，提高降温效率。更换 LED 灯具省电50%。随手关灯，选购有节电标章、效率1级的产品。随手关灯，节能减碳，减轻地球的负担。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啊。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啊。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现身和投资群组，传授心法，保证获利耶！下载 APP， 投资储值。等一下，我没有开任何投资群组，这个是诈骗。打诈新司法上路，扫荡投资诈骗，严惩诈欺犯罪，
最重关12年，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造新司法。